你有带身份证吗？没有。拐动动腰，拐动呼叫。对了，张你。来这边前面，前面。你地址要出于公园。没关系，我到时候地址回去一起写就好。地址时间你先写啊，剩下的好，麻烦。你的集会目的是聊天是不是？嗯。对了，现在国深的红仓6劝导离去。好，拜拜。你有骑车吗？没有，给人家带的。你没有骑车开车哦？没有。来这边给你签名。你有骑车？没有。后退一步，开始走。去走。对，一览表在一起写好了。对啊。115我都呼叫。故意公园。本所有接获民众报案说，在公园有多位民众群聚。那经到场之后，发现有13位民众在那边聚集聊天。那本所员警有制作记录表，并且将民众都劝导离去。全案会依法函请相关单位去做裁处。